中华管委7月份开始加强粪扫分类的管理。粪扫袋内底若是有会当回收，或者是喷的水分伤过济，拢会互摕倒来。不过，有民众反映讲，要安怎分类，因是拢看较无煞煞，实在是互因头壳冇咧烧。 中华沿海的蚵仔笼当地无用白蚵仔，留落来的真侪蚵仔壳要安怎分类，袂少民众真伤脑筋。迄拢是回收啦，拢可以等于做酒喝。对，迄就是买当净化水质。我是会把它另外放，另外放给谁？就是会问清洁队说这一包要怎么处理。 根据中华关环保局的定义，对一般人来讲，这是定制的粪扫，会当做粪扫送去焚化炉。海线地区因为数量多，社会会当回收物。中华关为册开始提高粪扫体温标准，若是互人检查一袋内底有12个回收物，也是讲会使做喷的达到30%，都会互人规车体温。这回收的了，无分到好势，拢会体现你。 叫你整理又好势。哦，以后就记得青菜、水果都不要跟垃圾混在一起。那个公安部那边不收。清洁人员讲压力真大，除了详细检查袋啊，有一寡清洁队佫会准备金属探测器，都是烦恼会防体温。民众嘛感觉淡粪扫敢若伫考试，有人甚至伫厝内放白粪扫桶。 伊伫这个收唔收之下就对啦，连伊嘛会感觉伊会顿低，伊嘛足无奈检查，相对的，因咧收粪扫时间嘛那个嘛得钱足久的。我们的那个垃圾的人均大概高于全国大概8%的。西周文化厂端的这个落地的检查，其实2、3年前就开始进行了，所以7月1号开始比较确实在执行。 中华关环保局是讲，实施头一礼拜比实施前一礼拜减少差不多1成粪扫量，即马已经看到努力的成果。以后民众若是养成分类的习惯，将来客栈的次数就会减少，买当减少粪扫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